喂，係各位大家好，咁歡迎各位嚟到香港復興會同埋熱血公民合辦嘅社區講座。咁今日咧呢個講座咧就係講香港教育問題。咁提起香港教育問題咧，我諗各位身為家長或者身為學子嘅都已經好似沉淪苦海，成肚苦水。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呢個題目咧就係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出了什麼問題？即係講述咧香港教育問題嘅症結，佢嘅弊病何在，同埋點樣去解決。咁今日咧我哋兩個組織，即係香港復興會同埋熱血公民咧，都非常榮幸可以請到陳文先生，香港復興會主席陳文先生，同埋資深中文老師，亦都係作家莊元生先生，咁嚟到咧去講呢一個講座。咁跟住落嚟嘅時間咧，我哋先請莊元生先生同我哋講呢一個開講先，跟住咧再交俾陳文先生，多謝各位。今日咧我就有啲唔係好舒服嘅，因為可能即係喉嚨有啲發炎啊，唔係好舒服，咁可能咧就講得唔係咁好啊，咁就請大家就多多包涵。即係話我唔舒服啦，咁本來我咧今日就要返工嘅，咁就要喺粉嶺咧就5點鐘收工就趕過嚟。咁我本來諗住一定係遲到㗎啦，咁連呢個遲到嘅開場白我都諗好，咁冇今日冇遲到啊，講，因為同呢個題目都有啲關係。咁我喺粉嶺趕過嚟啦，如果我喺粉嶺趕過嚟咧，一定係遲到。咁遲到嘅時候個心係點啊？好心急，咁好心急好趕嘅時候咧，咁周圍發生嘅事咧，我就唔會即係佢留意一心一意就會趕過嚟。咁呢種情況咧，其實就同而家香港咧中小學嘅教師嗰種好切身處地係呢種感覺嘅，身心俱疲趕啊，咁歸納出嚟一個字啊，攰。或者2個字好攰，如果粗鄙啲3個字好乜攰。我諗好乜攰呢3個字咧，係所有香港嘅中小學教師嘅心聲。咁頭先講過啦，就點解呢種情況好回應到今日嘅問題嘅？因為主持人都講話，今日嘅題目係話香港教育出咗啲咩問題。咁出咗係個問題就係有個標題嘅，我有個標題就係話呢個香港個教育嘅問題，而家係進入咗一個叫做老化教育嘅狀況啊。早前冇幾耐啦，咁應該係上個禮拜到啦。咁呢個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黃永明咧，咁佢喺 AM730嗰個專欄嗰度咧，就有篇文章啊。咁佢長期都有一個專欄嘅啦。咁嗰篇文章咧就係有呢個大陸嘅高官就同佢講，就話我哋要香港嘅地方，但係我哋唔要香港人。嗱，呢句説話嘅意思即係咩咧？好多呢個中共嘅領導人，譬如江澤民，佢都講過同樣意思嘅一句説話，就係話香港人心未回歸。咩叫人心未回歸？即係話你唔夠聽話。咁唔夠聽話，咁下邊嗰啲奴才咧就開始做嘢啦。港共政府啊、教育局啲奴才就開始做嘢，咁就會設計一套老化教育，就開始俾我哋嘅學生咁冇私益定係身受其害嘅。咁呢個老化教育咧就有一個比較形象啲嘅比喻嘅，咁啊好似一個工頭，咁啊攞住一條皮鞭喺後邊鞭打住嚟咁，好似啲奴隸咁樣做嘢。咁不斷咁鞭打落去嘅時候咧，點啊？即係套翻落去我哋
而家中小學嗰種情況咧，就係、啲學生嗰個功課好多啦，咁嗰、教師個工作量好大㗎，咁大到係點咧？咁我又因為我本身就冇教書，我以前喺教過書，咁啊頂唔順，頂唔順。咁我有好多朋友啊，而家都仲喺度教緊書嘅，咁佢哋反映出嚟嗰種情況就係話，而家教書係一個好高壓同埋好高危嘅行業，咁好多新入職嘅可能半年或者1年到就開始有憂鬱症，較耐少少咧就開始生各種嘅 cancer。咁能夠可以順利能夠做到正常退休嘅，幾乎絕無僅有。點解？個個都想早啲退休，保住條命。係啦，咁嗰種咁嘅壓力重到咁樣嘅地步。咁具體嘅情況有啲數字嘅。咁即係以我以前喺台灣教過中學嘅，咁我教中文嘅。咁台灣嗰邊教中文一個星期係教幾多堂咧？12堂。在座可能有中文老師嘅。咁香港教中文嘅堂數一個星期幾多咧？3倍嚇。咁32啦至36都有㗎。在座有老師，如果唔係可以舉手反對我㗎。照我所知，同埋我以前都係喺香港嘅中學教過書嘅，咁都係32到36，咁幾乎係3倍，即係一個人係擘開3個嗰個倍數，咁你可想而知嗰個壓力係幾咁大。咁課時之外，咁仲有其他好多 curriculum 嗰啲行政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呢個情況係點樣發生嘅咧？咁呢種咁佢終極目標就係想你所有香港人要變成奴隸，咁將香港人變成奴隸點啊？從啲學生入手啦，咁啲學生點樣入手？又從老師入手啦，所以先救老師先啦，咁樣係啦。咁呢種咁嘅情況幾時會出現嘅咧？咁有啲端倪嘅咁好似係呢個曾蔭權啦，喺2007年嘅施政報告提出呢個教育產業化，呢個好好聽嘅名嚟嘅。其實教育產業化就係咩咧？商業化，即係學校用商業嘅模式嚟經營。點樣商業模式啊？所有學生都係客仔，咁你要討好佢啦，咁又要以防佢投訴喎，所以咧啲好多呢個教師咧，佢要處理好多時，除咗教學之外，要處理家長嘅投訴，所以冇幾耐就會衍生咗出一個叫怪獸家長呢個咁嘅詞出嚟啦。咁因為點啊？因為香港係一個比較高消費性嘅社會嚟嘅。你將你商業上嘅個消費模式，再加上冇全民呢個民主普選啦，即係你冇得揀啊！好多時你只能夠即係會有啲積怨出嚟咧，你形成咗一種投訴文化。咁好多時一啲家長咧就會就去啲學校投訴，咁形成咗好多教師一個壓力。呢就係其中之一啦，咁樣。咁另外就譬如一啲學校嗰啲行政都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咁譬如話啲校內嘅官課或者校外嘅官課咧，都會令到嗰個教師嘅增長。除咗教書之外，仲要應付一啲大人啦。咁除咗香港嘅大人，仲有啲北大人，因為佢哋都會落嚟去實習嘅。除咗喺香港官課之後，仲要上去大陸做一啲無謂嘅交流。咁甚至近來仲有一個新嘅情況咧，就係有啲學校就開始推行所謂嘅自主教學。其實自主教學咧，好幾十年前咧，喺英美國家甚至日本咧都有推行同埋成功嘅個案嘅。咁有本書叫《下山學校》咧，咁即係如果有讀教育嘅人咧，可能都睇過，都比較成功嘅一個自主學習個案。但係咧，一移植到嚟
香港之後，而且係向大陸學習嘅，因為有啲老師反映其實呢個自主學習咧就要去翻大陸去學嘅。咁嗰種情況點咧？就老師咧就設計一個課堂，但係咧老師咧就盡量避免就少發言同埋少參與啊。咁啊學生咧就自己去討論，自己去揾答案。咁結果嗰種情況咧，就變成咗其實就叫做放牛吃草，其實就好浪費，根本就係好虛耗咁嘅嗰個教學嗰個情況，係冇結果又冇效嘅。但係學校咧又用呢種方式嚟衡量嗰個教師係咪教學成功喎，所以好大壓力嘅。咁有啲朋友同我反映某間學校啦，好似粉嶺某間學校，好多老師咧因為都唔達標之後咧。就一係就被辭退，一係就自己教到唔係好，即係冇乜人，咁佢就離開咗學校咁樣。其實講呢個教育教師嗰個壓力嘅問題咧，就係都講3日都講唔完㗎啦。因為在座好多老師其實好多都感同身受。嗱，講埋咁多呢啲咁嘅壓力咧，頭先講過啦，其實就係點啊？即係令你冇時間去思考。係啦，即係好似一條鞭喺後邊不停咁鞭策你，你只係每一刻都係諗住點樣去生存啊！咁啊根本就冇情況，即係冇時間去思考。咁教師其實係好需要一個不停咁樣去進修啊，或者讀書啦，唔係講進修咧，進修比較負面，因為而家變咗係，因為有好多時嘅學校咧，你本身係一啲合約嘅教員。咁你就要不停咁透露啲進修啊，讀啲課程，可能幾10幾20萬啊，要去讀一啲課程之後翻嚟咧，但個飯碗都未必保得住嘅，所以進修咁啊，可能比較負面啲。嗱，你可能一個教師咧，佢要不停咁去讀書啦，去學習啦，提升自己嗰個學識同埋視野之外咧，先至可以幫到學生嘅。但係比較有良心、有反省嘅老師，佢哋會覺得好慘，根本冇時間讀書。如果你比較盡責啲咧，有啲老師可能佢每一日都要7、8點先至可以離開學校，完全就冇晒呢個家庭嘅生活，係一個好慘嘅行業嚟嘅嚇。咁慘之餘咧，仲冇乜尊嚴添，冇乜尊嚴或者即係家長又投訴啊，學生又唔會好重視你啊。咁其實係一個比較高危、高壓同埋都冇乜專業啦。呢句我有啲保留，可能有啲同學、有啲學生，或有啲老師都心入邊唔係咁諗嘅，咁樣係啦。咁其實頭先講咗啦，呢個奴化教育，咁背後就係要點啊？要令到你哋所有人咧冇思考，咁要聽話，咁就點啊？就變咗。你話佢終極嗰個目標咧，即係有啲陰謀論嚟嘅。如果有聽開網台節目，可能神幾之嘢咧，請人咁長台長嚟講下呢個陰謀論都比較適合。其實係好陰謀論嘅嚇。其實最後終結嗰個結果就係想點啊？所有呢個香港人要人心回歸。咁等唔切啦。咁教育又做啦，變咗係呢個雙管齊下。一齊咁做落去嚇，咁其實係呢種嘅情況咧，就有拆解之道嘅。其實係有呢個拆解之道。就其實咧，應該就係從呢個老師嗰個壓力嗰個鬆綁開始。點咧？其實有3樣嘢咧就可以做。嗱，第一樣嘢小班教學。嗱，講咗好耐㗎啦，小班教學，但政府一直以咩啊？冇資源嚟做小班教學，做小班教學冇資源啦。但係好多雙非學童嚟咗香港之後咧，侵佔咗呢個香港教資源。本來我哋唔使養佢嘅嘛，你即係講得做啲，我哋本來唔使養佢，咁嗰個教資源佢挪用咗俾佢，咁其實係有資源喺度嘅，只不過係政府係教育局係唔願意做啊，所以小班教學講咗咁多年，咁會用好多辦法啦。咁甚至有啲學術研究就會覺得，其實小班教學唔係嘅教學成果會比較好啲嘅。呢個係亂噏嘅。啲高官啲仔女全部去晒嗰啲國際學校，全部都係小班教學。佢哋用腳投咗票俾你聽，話小班教學係好嘅，但係佢就用學術嘅
嘅一啲嘅研究同你講，小班教學係冇必然話係個效果好嘅。咁講啦，鬆綁第一步其實可以做小班教學。資源唔係冇㗎。咁我哋個儲備有好多嘅。咁之前冇幾耐之前有好似明報都出過一個數字嘅報告咧。其實呢幾年咧，你香港嗰啲所謂嘅基建工程啊、三跑啊、呢個港珠澳啊、高鐵啊，其實係幾乎將所有香港嗰個儲備係用晒嘅。其實香港係有錢嘅，只不過用不其所，唔係用喺適當嘅地方。其實小班教學香港係有錢可以做嘅。另外就係亦都係搶多啲教師咧。咁而家好多教師係好處於失業狀況嘅，因為殺校啊嘛。殺校其實係除咗小班教學之外咧，其實係可以減低呢個教師嗰個教書嗰個時數。頭先我講過啦，其實香港嗰個教書嘅時數相比起台灣嚟講係3倍，係好唔合理。其實可以請3個，本來係請3個老師，而家請咗1個。咁如果請3個，咁一啲而家我哋嗰個好似係督咗出嚟嘅啲教師，其實係可以教書，即係有呢個價值可以教。咁第三咧就叫做專科專教。在座可能唔係老師，可能唔知嗰種情況啦。因為而家中學咧好多教師佢同時咧係要教幾科，咁個幾科係好唔打間，好多，因為以前好唔重視中文嘅，係咩老師都可以走去教中文。佢英文系畢業又可以教中文，咁佢音樂系畢業又可以去教中文，佢體育系教畢業都可以去教中文嘅。咁好多時一個教師咧，佢就要教中文啦、教音樂啦、教體育啦，再加多科通識，咁啊教4科，好多學校都係咁樣嘅。咁呢啲唔係專科專教有咩好處咧？有好處對個校長嚟講嘅好處。咁譬如有個某個教師請咗假，咁佢就唔使請呢個代課老師啦，因為就隨時可以俾呢啲唔係專科專教嘅老師去代課啦。咁呢個唔係專科專教嘅情況咧，對呢個行政係有好處，但係對教學咧就冇好處。一來嗰個老師嗰個備課好辛苦，第二因為唔係專科專教咧，所以嗰個老師嗰個水準係好差。尤其是呢幾年嗰個中文嗰個情況，嗰個情況就好差。所以頭先我講嘅嘢，其實呢3樣嘢咧個改變咧，其實都可以令到教師鬆綁。咁頭先我講過啦，救香港教育之前咧，先救老師，係啦。咁點解會有啲咁嚴峻嘅情況出現咧？其實呢個我哋頭先講過啦，嗰啲工頭手上有條鞭，有條皮鞭喺後邊鞭你嘅。咁教育局咧手上都有一條皮鞭，嗰條皮鞭係咩啊？殺校。一聽到殺校咧，啲教師就點頭噶啦，因為呢個真係好可怕嘅一件事嚟嘅。咁呢個殺校嘅情況，頭先講過啦，其實本來一個正常運作嘅政府，就算呢個適齡學童嘅減少咧，其實可以將資源咧去運用佢。頭先我講嗰幾樣嘢啦，小班教學啦，呢個專科專教，咪請多啲老師，其實可以係去導正翻，令到個教育更加好。但係政府唔會做，用殺校嘅方式，咁殺咗間校啦。咁表面上個數字係可以慳翻啲錢嘅。咁用呢種咁嘅嘢，令到每間學校都人人自危嘅。唔知幾時殺到某間學校。咁所以就更加令到嗰個商業嗰個運作咧，就即係嗰個即係要服侍啲學生啦，即係要招呢個客仔呢種咁嘅情況咧，就變本加厲啦。所以自從呢個殺校出現之後咧，香港嘅學校咧有一個全新嘅風貌。點啊？每間學校外邊咧都有好多嘅 banner 掛住喺外邊。冇邊一個攞咗咩獎啊？邊一個得過啲咩嘅？總之啲雞毛蒜皮嘅嘢做晒 banner 喺門口。其實睇落去係好，即係我作為一個老師咧，我就覺得其實係好師道淪喪嘅一件事嚟嘅，即係好冇尊嚴嘅，即係好似啲商業運作，我要去掛晒啲嘢，即係老王賣瓜咁樣，即係話我有好嘢你嚟我呢度讀啦咁樣嚇。咁點解話師道淪喪咧？
喺《論語》入邊咧，阿孔子咧去講嗰句説話啊，咁原文我就唔講啦。個意思就話你準備好一啲臘肉嚟俾我啦，我一定會咧就會教你嘅。咁好多人咧就會好誤會孔子話你都係貪佢哋嗰啲臘肉嘅啫咁樣，其實就唔係。其實個意思就話你攞住個臘肉嚟揾孔子，其實係主動嚟求教。你主動嚟求教咧，我先至會教你。呢個係一個老師基本上嗰個專業所在，係啦。所以就只問呢個就教嚇，不問求教嚇。即係你即係而家你學校外邊掛晒啲 banner 喺度招客仔，其實係好難睇嚇。咁點解會咁做咧？殺校咯。甚至有啲學校早幾年咧，唔係咁多雙非學童嚟嘅時候咧，喺北區，因為我本身住北區，好多學校咧要去深圳嗰度咧，去招客仔，即係佢哋去嗰邊去深圳嗰邊招生，因為驚殺校啊。其實係好可怕嘅一件事，即係個好難睇咯。即係作為我本身都教過書，雖然後來頂唔順去教，但我都覺得係一件好思道倫喪嘅一件事。教育問題好多嘅咁樣係咯。咁殺校入邊嚟講咧，其實首當其衝咧就係一啲村校。咁自從殺校以來咧，以前咧係有200幾間村校嘅，而家係得返唔夠20間。點解殺村校殺得咁緊要咧？其中又有一個陰謀論喺度。因為村校嗰個建立咧，好多時咧唔係完全靠緊政府嘅，有好多時係當地一啲鄉親父老佢哋籌錢去起嘅。因為喺資源上唔係完全由政府嚟嘅咧，變咗佢哋嗰個教學嗰個自主性會強少少。就係因為佢教學個自主性強少少咧，教育局就唔容許。因為我哋講翻，佢終極個目標係要你全部聽話，全部係受到控制啊嘛。所以殺校咧就先由呢個鄉村呢個村校開始殺起。我就知道陳文老師咧以前咧都係讀呢個鄉村學校出身嘅，咁所以咧其實佢應該都有好大嘅體會。咁借呢個時間就交個威俾佢，等佢講下佢嗰個高見。好，多謝莊兄講咗啲香港學校嗰啲問題啊。我就教學唔係太多，我淨係喺殖民地時代，即係95到97嗰陣係教過2年中學教英文。咁當年就自由好多嘅，即係未有教育改革，咁係個老師話事點就點。咁當然有個英文嘅教學嘅 panel 就決定教啲乜啦，但係個考試就一般嘅，即係中學會考嗰種考試啦。咁嗰種係個作文啊、閱讀理解啊、綜合嘅語言運用啊，咁嗰啲舊課程。之後我係去咗公共組織做嘢啦，咁跟住就去咗民政事務局入邊做研究總監啦。咁當然期間係董建華政府嘅時期，咁亦都係教育改革嘅進行嘅時期。咁我唔係直接參與教育改革，但係因為係跨部門要去開會嘅關係，所以就亦都接觸咗好多當時嘅教育改革點樣做，跟住係變咗啲咩政策出嚟。後來即係教育改革之後，佢產生啲乜嘢嘅教學效果啊？頭先阿莊兄講咗啦，即係話勞役老師啦、勞役學生啦、殺校啦、以客為尊嗰種咁嘅消費主義啦、產業化啦等等。咁我喺政府期間面對緊或者係目睹緊嗰種咧，就係、都講得嘅。其實就係類似喺2000年度喺美國企業界發生一件事，就係 Enron 嘅公司發生嘅，就係嗰個管理層做假帳，咁跟住就係谷嗰個股價，跟住賣咗佢，跟住賺咗錢，跟住啲股東就蝕本。咁喺
商業界或者係企業管理界，我哋叫呢啲叫做 management takeover，即係話管理層將持有公司嘅股東嘅能力或者將佢權力取走咗，跟住係私相授受為所欲為。香港發生嘅正係 management takeover，因為香港唔係國家，香港冇主權，所以管理緊香港嘅班人將香港呢個國家係 takeover 買咗。點解喺97前嘅教育同97後嘅教育咁唔同呢？97前我哋有國家嘅，唔好成日以為係殖民地，我哋國家係大英帝國或者係 UK United Kingdom 係英國嘅國家教育，但係只不過係因為係遠東嘅殖民地，所以佢要照顧遠東殖民地即係香港嘅情況，係加咗啲華文嘅教育，中西合璧嘅嘢。有工業教育嘅成分，有英聯邦嘅知識體系，即係有澳洲、紐西蘭嘅地理嘅嗰啲，有英美嘅歷史、羅馬嘅歷史，亦都有華夏即係中國嘅王朝史，有分科嘅，即係 fit and buy， 即係話生物諸如此類嘅教育，亦都有經濟學嘅教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自然教育，佢係一套我哋叫做 knowledge-based education， 即係話以知識為本嘅教育。知識為本嘅教育咧，就係佢要製造嘅一個係一個，佢締造係一個合心意嘅國民。當然喺英國之下，我哋可以叫子民啦，唔係國民，但係都可以叫國民。嗰個我哋叫國民教育，即係話嗰個教學係喺國家嘅手上。唔係喺商界嘅手上，商界只不過係呢個國家教育、國民教育之後，佢產生啲咩畢業生，跟住商界攞咗去用啊，跟住商界用自己嘅方式嚟培訓佢，有自己嘅 training system， 唔得咪又唔得咪唔請咯咁。但係商界唔可以話我需要呢一種員工，所以唔該你學校教呢種員工俾我。喺97前絕對冇呢樣嘢發生，而商界絕對唔夠膽講呢樣嘢。喺97後發生咩嘢？唔單止商界係介入咗教育改革，嗰個叫梁錦松 management takeover。另外就係當嗰啲大學生出嚟示威啊，出嚟做啲乜嘢爭取公義嗰啲財團嘅大班走出嚟話：我唔請呢個人。97之前會唔會發生呢啲事？唔會，因為97之前有個國家，有個國家叫英女王，或者叫做英國，或者英國殖民政府。英國殖民政府嘅喺香港嘅元首，即係總督，係直接係英女王嘅代表，三軍總司令，有生殺之權。所以當時嘅商界係唔夠膽講話，呢個出嚟搞嗰陣，我唔請佢，我叫啲同學唔請佢，跟住報紙居然會登出嚟。呢個97之後發生嘅嘢。即係話97之後，由於國家唔見咗，所以商界直接進入咗教育領域。其中一個就梁錦松啊，直接做到財政司，跟住領導住嗰個教育改革。咁另外當然係李國章係香港嘅買辦世家嘅一個成員，亦都係商界。雖然佢係一個醫生，即係佢係中大嘅一個醫生。呢一套商界主導嘅教育，佢想產生嘅乜嘢咧？就係佢就將商界想要嘅人喺學校嗰度直接做出嚟。如果係學術咁講嘅話咧，就係將商界嗰個生產關係喺學校嗰度 reproduce， 喺學校嗰度複製。商界要啲咩人咧？想聽話嘅人，靈活應變嘅人，有自己嘅履歷，有自己嘅portfolio CV 嘅人，即係學習領域、學習能力、學習歷程，足夠可以請嘅人，識電腦嘅人，兩文三語精通嘅人，靈活應變嘅人，俾人鬧唔識得反駁，或者俾人鬧喺心入邊，但係唔會表露出喜怒之色嘅人，或者叫 EQ 啦，唔係我哋叫啊，商界叫 EQ。跟住就係間公司忽然間俾人收購咗，個老闆轉咗，自己係唔會發嬲嘅人，繼續留喺間公司。解僱咗，公司解散咗，咪揾個第二份工咯。咁係唔會識得去抗議嘅人。
咁呢一套嘢學校 reproduce 咗之後，即係重新複製咗之後，會產生乜嘢咧？就學校嗰套 knowledge-based education 就唔見咗，變成係 ability-based education 能力為本嘅教育。所以喺梁錦松主導嗰個年代咧，教育改革年代出咗好多乜能力嘅，我啱抄低嘅啫。啲咩7大學習領域啊，7個學習宗旨啊，9大嘅共同能力啊嗰啲啊。依家唔知變咗乜啦，嗰陣我係略略知道乜。即係話佢係將知識為本嘅教育，即係學生你背呢啲嘢咧，你考試考就係考呢啲噶啦。你背唔到咪算咯，咪讀個第二啲學校咯，咪畢業就唔好讀大學咯。就轉咗做能力為本咧，就係冇咩固定嘅課程嘅。你總之係讀完之後，你符合呢啲咁嘅能力，跟住我就考核你。咁嘅話咧，就學生係置於一個誠惶誠恐嘅狀態。究竟我有冇呢啲能力咧？咁舉一個例咧，喺過去嘅中文教育係用範文嘅。當然亦都有寫作，有閱讀理解，但一部分咧就係範文嘅學習，即係古文，即係出師表啊、漢者興字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喺古今，即係喺古文入邊揀一啲出嚟。咁入邊當然亦都有承載住歷史、道德、儒家倫理。咁另外就係古文嘅技巧或者古文嘅修辭學嘅。咁跟住考試度考，咁咧就背咗或者係識嘅話，就10拿9穩，或者起碼有7、8成可以過到。改革咗點咧？就佢唔考範文，佢係考咩？考你文言文嘅閱讀能力，或者文言文嘅理解能力。咁由於冇咗一個固定嘅範文嘅範圍咧，就學生就無所適從。你讀範文又唔係讀嗰啲所謂古漢語嘅語法，亦不足以應付嗰啲係嗰啲窿窿罅罅字怪啊、筆記嗰啲抄出嚟嘅文言嘅考核題目，咁咪變咗係個學生係處於驚恐之中，處於驚恐之中咪走去補習咯，咁衍生咗補習嘅產業啦。呢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咧用文言能力嚟到代替範文咧。如果喺好理想嘅狀態之下咧，即係貴族教育、精英教育嘅狀態咧，係可以得嘅。但係如果喺一般嘅平民教育或者庶民嘅教育或者係普通嘅學校咧，其實做唔到嘅，因為冇咁嘅語言環境俾個學生去浸淫或者薰陶，而使到佢得到呢啲能力。咁故此佢製造出嚟嘅咧就係冇乜把握嘅知識。但係個學生咧就係要成日要冒充自己具備某啲嘅能力，跟住去考試。咁另外咧就係、由於佢要製造一啲可以聘請嘅員工咧，所以所謂嘅 employable labour 或者係 employability，故此喺學校教嘅嘢咧就基本係等於一個商界或者一個商行 interview 要具備嘅嘢，譬如 group discussion 啦、panel interview 啦，要自己整一張自己嘅學習歷程出嚟，好似個 portfolio CV 咁啦。咁嗰啲咧，本來喺學校係唔需要搞嗰啲嘢嘅，因為學校應該係完整咁樣純樸咁樣係教一套嘢，嗰套嘢唔知點樣用，因為個學生你出去自己搞啦，或者你去到咩公司機構，或者自己開公司，或者跟父母去創業，跟父母去做生意，或者係開個做個小員工，咁你慢慢再學。喺學校係唔會理會出咗去做咗乜嘅，即係學校有自己嘅自主嘅教學範圍。咁呢個就係我哋叫國家嘅教學範圍。但係商界侵入咗學校之後咧，就會喺學校度教一啲學生一啲奇技淫巧 group discussion 啦，點樣砌低人啦，點樣扮友善但係將人哋諷刺或者將人哋嘅能力取去啦，點樣偷人哋講嘅嘢為己用啦。所以 group discussion 就係呢啲咁嘅嘢。group project 亦都係呢啲嘢。咁呢個就係將職場嘅壞習慣咧、狡詐、技巧呢啲擺咗喺學校嗰度。呢一樣嘢咧就將商業範圍嘅嘢侵咗去學術嗰度，結果佢產生出嚟嘅國民或者個居民咧就係一啲
冇知識基本，但係有應變能力、技巧。如果佢心術不正嘅話，就變咗係詭詐。咁呢個其實係摧毀緊一個國家嘅，冇一個地方係容許呢一種教學方法嘅，除咗香港之外，即係容許到係去到咁極端嘅。咁故此點解話我哋呢班人成日要話要收田啦，要自主啦，要建國啦，唔係話要做秦始皇，亦唔係話要做開國之君，而係香港喺97之後嘅問題係我哋嘅國家俾人哋攞走咗，唔係俾中共攞走咗，中共攞唔走，佢可以喺呢一套商界主導嘅方法之下加一把勁。但係始終香港嘅社會同埋香港嘅教育咧，其實嗰個主導力係喺商界嗰度，即係香港嘅財閥嗰度。佢哋由於冇呢個國家嘅制衡咧，所以佢香港佢係無所不用其極嘅，即係佢嘅手伸得好盡。要防禦咧係冇辦法防禦嘅，能夠干預、能夠防禦商界嘅話咧，只能夠國家。國家只能夠係用憲政同埋用民主嚟建立，即係如果香港嘅狀態就係修訂嘅基本法啦，另外具備一個自主嘅憲政啦，另外係用普選啦，製造我哋嘅民主政府。商界可以介入選舉，但係商界佢必須要諮詢民意、諮詢低下層、中下層，跟住睇下你要乜，我俾啲乜嘢你，我放權讓你，俾啲咩你，我唔可以攞晒你嘅嘢走，我唔可以將你奴化到係一文不值。儘管我係需要呢種咁嘅員工，但係如果整個社會都好似一啲被商界奴役嘅打工仔咁咧，呢個社會係冇前途嘅，因為佢冇競爭力、冇生產力嘅，佢只係你見即係呢種咁嘅奴役關係咧，即係呢啲我哋商界依家商界需要嗰種奴化嘅員工咧，係一啲服務業嘅員工嚟嘅，即係商業服務業或者係低級嗰啲都市服務業，即係嗰啲sales 啊，或者係清潔啊、飲食啊、凍餐啊嗰啲、麥當勞啊嗰啲係需要強力嘅奴化同埋極速嘅運作嘅。但係嗰啲咁嘅行業咧，如果香港蔓延得太犀利，而一旦將成個中國貿易或者中港貿易係唔見咗，咁我哋要做翻一啲實業出嚟。或者係一啲有啲用嘅、有啲自主能力嘅中小企出嚟，呢一種員工咧係唔 work 嘅，用唔到嘅。故此，商界喺過去咧其實害咗香港。佢需要呢一種員工嘅，一種大財團、大集團、連鎖店、連鎖企業服務中港交易嗰種員工。但一旦當呢個中港交易冇咗嘅時候，佢會放棄嘅。佢一放棄之後，成個社會就企晒喺度，或者我哋學校培養出嚟嘅人就企晒喺度。以我哋嘅能力可以翻唔到工廠噶嘛，我哋嘅能力可以開唔翻鋪頭噶，因為我哋要睇老闆，或者睇下有咩守則，先能做到嘢嘅。我唔可以自己話事嘅。咁啊變咗係損害緊香港嗰個。如果即使係好功利咁睇啦，即係我唔睇品德啊，唔睇個人嗰個全人教育嗰啲咧。單係睇生產力同競爭力咧，香港依家目前嗰套教育係損害緊我哋嘅生產力同競爭力嘅。只不過喺目前嗰個商界壟斷嗰種咁嘅經濟係可以 work 到，可以用到。但係當呢種嘢係喐唔到啦，個動力拎走咗啦，譬如中國經濟衰退啦，啲錢落唔到嚟，服務落唔到嚟，我哋自己生產嘢賣俾人啦，或者自己做一啲商業服務出嚟，咁啊難搞。咁所以係嚟緊嗰幾年，希望有機會變，即係個社會會有大嘅動盪，但係都係改變嘅時候。而由於我哋香港以前喺97前係有一套行之有效嘅教育方法嘅，其實係好易翻去嘅，冇乜嘢艱難嘅。你將97後嘅冚唪唥唔要就得嘅，翻以前，冇嘢嘅，其實香港好易統治。教育你都好易搞翻掂，將所有依家97後嘅嘢唔要啦。因為97前嘅其實係用到，因為97前我教過書，都舒服嘅。
我唔記得咗一個星期教幾多堂嘅，但係冇都係15堂到嘅啫，英文課都係15堂到嘅，即係冇台灣嗰個12堂咁優厚。其實教書係應該教少啲嘅，即係話個堂數少，個先生嗰個喺悠閒嘅狀態，無論佢係勤力或者懶啦，喺悠閒嘅狀態，嗰個人個能力會發揮到啦，而且係佢可以以一個優柔嘅態度係將個學術啊，將做事嘅態度啊，或者將處理知識、處理人際關係嘅態度係展示俾學生睇嘅。未必可以教到學生，但係佢起碼係做咗一個優柔嘅狀態。咁呢個係教育嘅目的嘅係咁，因為畢咗業之後就辛苦㗎嘛。其實呢種優柔嘅狀況，即係話即係話專科專教，其實好多學校入邊咧係有專科專教嘅老師嘅，但係呢啲專科專教老師好多時都係會俾人敵視，係啦，因為覺得佢休閒，係啦，所以變咗本來休閒係正常嘅，點知因為一啲唔係專科專教嘅老師佔咗大多數之後，就扭曲咗本來正常嘅就變咗唔正常，所以成個學校好多時都係變咗一種好勢利嘅場所，咁鬥獸場啊！你敵視我，我敵視你啊！本來教10幾堂係正常嘅，休閒嘅正常。係啦。我記得我喺中學教中學嗰陣教英文都係休閒嘅，結果咪被逼佢帶童軍，因為其他老師話係都得你咁得閒嘅啫，咁你就帶童軍啦。因為帶童軍係好似一個星期要2萬，兩個星期，一個星期有2日放咗學要睇住佢哋紮啲繩啊，或者教步操啊。咁跟住又係有啲每一個學期有好似大露營嘅，咁啊其實嗰陣都算好嘅，都唔係話兼一啲好無謂嗰啲咁嘅嘢，因為童軍自己都樂在其中。因為得閒咧，先至會諗下啲無謂嘢咧，先至個思想都會深入。所以古希臘有句俗語講咧，哲學嚟自於閒暇。即係因為古希臘好多時最早嘅哲學咧就睇一個天，由呢個觀天開始。咁你香港嘅老師根本可能都冇乜時間擔高頭望下個天嚇，咁好忙碌。咁頭先陳文老師講到我哋喪失咗個主權啦，嗰個喪失咗主權喺每個教育入邊咧，喪失咗主權咧，咁變咗咧，我哋而家嗰個教育咧變咗係一個叫做奴才嘅培養所。咁奴才就頭先陳文老師都好精闢咁分析過啦，就聽話，但係咧又要好變通，識得變通。咁奴才又好符合呢啲咁嘅情況。奴才同奴隸又唔同嘅，奴隸係會反抗，所以以前喺上海咧，魯迅咧佢辦過出版社，咁佢搞過一個叢書係叫奴隸叢書，因為佢講過説話，奴隸係會反抗，奴才係唔會，奴才淨係想繼續做奴才，所以其實一個字唔同咧，你就會睇到嗰個中文嗰個涵義嗰個咁嘅差別。呢啲咧就好需要你叫做深入淺出啦。你奴才咧係想去做奴才，奴隸係唔想，冇人想做奴隸，但係好多人想去做奴才。奴才有個好處啊嘛。咁講到話呢個奴才嘅培養所咧，咁頭先一開始我就有個比喻咧，就係一個工頭攞住條鞭喺後邊咁打啦。其實咧對付動物咧，除咗打之外咧，仲有另一種手段，叫做咩啊？叫做紅蘿蔔與棍子咁有時會用下，所以喺呢個奴化教育入邊咧，除咗棍之外咧，仲有呢個紅蘿蔔。咁紅蘿蔔係咩咧？咁用喺普教中嗰度。咁熟知呢個葉普成嘅立場都知，佢係反對呢個普教中。咁普教中其實係學校入邊咧就教育局就冇強制。咁點解咁多學校會普教中咧？咁講衰啲咧，貪心，因為嗰個普教中咧就嗰個有一筆過好似有20幾萬咧，就去撥款俾啲學校咧，咁俾佢哋去推行普教中。咁20幾萬係點樣運用咧？唔知請老師啊定乜嘢？因為校本管理，即係佢推行咗校本管理，咗校長咧又好將嗰啲教育資源咧好靈活咁運用啊。咁即係可能咁即係衰啲講句啦，攞咗嗰20幾萬，未必係會係用喺普教中請啲好啲嘅老師，
反而係因為普教中咧，因為可以係請啲好平嘅老師，其實反而可以係慳咗嗰個教育成本。所以一直有個數據咧就講咧，其實話呢中學咧就有40%係普教中，咁小學有70%。其實呢個數據咧應該係2年前嘅港台節目《鏗鏘集》出嚟嘅。咁過咗2年之後咧，一定係有增無減噶啦。咁推行呢個普教中嘅目標係乜嘢咧？咁我亦都有個陰謀論嘅。咁即係其實就回應翻前邊啊，其實就係想最後就係想人心回歸。你哋全部都用晒呢一個，唔係用粵語嚟授課，用呢個普通話嚟授課。咁喺普通話嗰個授課入邊咧，咁佢用好多手段嘅，除咗頭先俾錢之外咧。有一個比較，我個人覺得係幾可怕嘅一個情況，就係由2012年開始嘅中學文憑試。嗱，第一年嘅中學文憑試一出嚟之後，嗰個成績咧係好得人驚。中文嗰個合格率係低過英文。嗱，呢個係完全係違反常識，係唔能夠接受。係即係用一個好常識嘅判斷，同一班人喺2021，即係喺1年前，佢哋考會考嘅成績係中文係高過英文，但係過咗1年之後咧，嗰個中文嘅成績係低過英文，只有一個可能，就係嗰個考試嗰個設定咧，嗰個難度咧難咗好多，即係個跨欄啊，即係跨到好高，連劉翔都跳唔過。咁點解會將中文嗰個設定更加困難 detail 嘅嘢唔講啦？點解會將呢個中文個設定設到咁困難咧？背後係一個陰謀，就係想即係佢哋都嫌咧有呢個70%嘅小學，40%嘅中學普教中唔夠，要更加多嘅學校咧去自願去做呢個普教中。點解話自願咧？因為嗱佢一路以嚟佢用一個宣傳嘅手段咧，就同啲家長啊，或者同所有教育界講咧，就話用普教中教中文咧，個中文係會好啲嘅。大家都應該都聽過呢啲咁嘅宣傳噶啦。咁既然 DSE 之後大家都中文突然間即係唔達到呢個入大學嗰個標準，所以中文一出嚟之後咧，新聞有所謂死亡之卷。考唔到中文嗰個達標嘅程度咧，連大學都冇得讀。咁啲家長就會誠惶誠恐啦。咁學校就會誠惶誠恐喎。咁普教中個中文係會好啲，咁咪會點啊？即係自願中個頭埋去推行普教中教學啦。嗱，呢個係我幾年前咧一出呢個 DSE 嘅時候咧，我寫過一篇文喺呢個本土新聞入邊咧，就講過呢個問題。咁當時都仲係陰謀論，但係而家咧啲陰謀咧已經實現咗，已經出現咗啦。點解咧？嗱，我前一排咧就去咗港島區一間名校，都唔使孤人其名嘅，聖保羅中學。咁聖保羅中學喺香港都應該算係數一數二嘅名校。咁佢哋本身亦都係直資學校，咁佢哋根本亦都唔會貪嗰幾十萬嗰個普通話嗰個資助去推行普教中。但係自從呢個死亡之卷出咗嚟之後咧，家長有壓力啦，對學校有壓力啦，咁就要求佢哋推行即係學校教普教中。咁始終都係客仔嚟噶嘛。咁呢幾年開始學校低年班咧就開始推行普教中。嗱，其實係好可怕一件事情嚟嘅。咁因為呢個聖保羅中學佢哋入到大學嗰個比率已經係好高好高。但係佢哋都驚入唔到大學，係因為呢科中文。我問有冇學生出去補中文？有，咁補其他科咧冇。嗱，其實係好可怕嘅。喺我哋嗰個年代或者陳明老師嗰個年代咧，係冇人會出去補中文。即係中文咧點都會合格，即係掹車邊都會合格。但係自從呢個推行咗呢個 DSE 之後咧，就會出現呢種咁流行嘅情況。咁所以頭先講過話，即係攞翻個主權啦。咁我哋話即係話，譬如話辦學主權。咁既然呢個教局教到啲學校咁差啊，咁不如我哋自己出嚟搞民間辦學啦。咁樣有好多人都提出過呢個問題嘅。
咁但係最後嗰度難，你民間教學出嚟之後，你都要需要面對 DSE 入呢個大學呢個問題。其實係呢個最後一個難關嚟嘅。咁其實辦民間教學最大嘅困難咧，其實係揾地方。教師唔難啊，有好多教師直頭係話：我都唔喺呢個中小學都教得好辛苦，唔想教啦，不如揾啲志同道合，我哋自己搞啲民間教學啦。老師係有㗎，咁只不過係冇地方去辦呢啲學校。係咪冇地方？唔係嘅，頭先講過殺校啊嘛。呢幾年殺咗好多學校㗎啦，根本周圍都係有校舍嘅，就係政府點啊？佢唔會俾你用，因為佢係點啊？佢係要你喺主流學校入邊接受佢嗰套奴才教育，跟住符合呢個商界嗰個咁嘅要求啊！佢點會俾你去辦呢一個呢個民間辦學？咁其實係幾嚴峻嘅一種情況嚟嘅，唔會冇地如果話民間辦學冇地，咁辦國際學校就有地方啦。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間學校叫做哈羅學校，喺屯門嘅，好似喺黃金海岸，我就未去過嘅。但係咧嗰間學校咧就當年咧就都有個醜聞嘅，咁就曾蔭權咧用幾多錢將呢塊地批咗出去啊？有冇留意新聞嘅觀眾知道啊？係1000蚊，係用1000蚊將呢塊地係批咗出去俾呢個哈羅學校起國際學校。咁嗰塊地值幾多錢啊？14億，當年係值14億。咁點解會批呢塊咁嘅地啊？咁好多冠冕堂皇嘅説話嘅，其實講到好入肉嘅，其實係好自私，因為啲高官嘅仔女要讀呢啲學校，啲高官嘅仔女佢哋要讀呢啲學校。咁哈羅佢唔係慈善學校嚟噶嘛，佢係一個自負盈虧嘅教育機構嚟噶嘛，甚至講話可以係謀取暴利嘅一間學校。咁啱冇幾耐之前出過一個新聞啦。咁佢哋嗱，你要入讀呢間學校咧，就要買佢哋嗰啲叫資產債券。咁咧今年啱啱出咗個新聞咧，佢今年咧就嗰個加價加咗6成6，即係66%係幾多啊？500萬，即係要俾500萬咧先至可以去間學校讀書嚇，入場費嚟嘅嚇。咁啊有價有市啦，咁啊其實係證明咧點講啊？係辦學咧係有地方嘅，係啦，只不過係政府唔俾你去咁做啫。其實而家嗰個教育都好諷刺，頭先老師話其實可以嘅，我哋翻去97年之前嗰個教育情況就得噶啦。其實而家嗰個教育情況嗰個嚴峻好諷刺，就係我哋而家教育咧係將一啲嘢唔做，咁我哋就可以咧達到一個好嘅教學嗰個環境，即係點啊？功課冇咁多。其他嗰啲 K-club 嗰啲咁嘅無謂嘅教育啊、行政嗰啲全部都唔做喎，唔做原來嗰個教育就係好噶啦。其實係好諷刺，亦都好點啊？係好悲涼嘅一件事嚟嘅。即係你做咗，即係而家其實好多教師好無力嗰個情況就係做咗好多嘢係唔單止冇用，係會害咗啲學生。所以頭先老師話，其實翻去97年我哋嗰個教育嗰個基礎度咧，我哋就係可以去叫做咩啊？叫做撥亂反正翻我哋嗰個教育嗰個情況。其實點解咧？因為其實國際學校都係做緊呢啲咁嘅嘢，小功課啦，小班教學啦。咁啲師資好多都係專科專教。其實即係頭先我講嗰3樣嘢，其實係好容易就可以揾到個客仔㗎啦，500萬入場券都要排隊，未必係有喎。即係頭先講話有價有市啦，你突然間嗰個可以嗰個入場券加66%，咁即係證明係有價有市。其實嗰個教育係有嗰個市場，只不過係我哋將我哋原先教育入邊嘅嘢咧，我哋抽走佢唔做咧就得㗎啦。即係頭先陳文老師講，翻去97年之前，我哋嗰個行之有效嗰個教育狀況，其實就得㗎啦。咁要做到我哋點啊？佢教育局係唔會去做嘅。咁我哋個情況係點啊？係要攞翻我哋嗰個教育主權。所以
要點啊？攞翻舊教育觀就係話要重新立約，要做翻一個我哋去修改基本法，攞翻我哋嗰個民意去授權啊，攞翻我哋嗰個主權咧。咁教育嗰個權利咧，亦都係其中嘅一種情況。其實講出嚟個道理好簡單嘅啫，係啦。咁亦都係我自己本身嗰個思考咧，係目前係可以做同埋唯一可以做同埋可行嘅一個辦法咯，就係5區公投、全民立約，我哋重新去修改基本法，甚至係將呢啲雙非學童佢哋以前係依法可以有呢個可以享有香港嗰個教育嗰個資源，我哋自己攞翻，將嗰啲資源用翻喺我哋嗰個正規香港人教育，其實係好好用嘅。先同教師鬆綁，解咗佢哋壓，救咗教師，跟住就救學生，救成個香港教育，救香港。再將個波交俾陳老師。其實嗰個雙非學童咧，幾年前佢哋過嚟，因為都長大咗啦，即係適齡嘅時候過嚟香港讀小學嘅咧，我喺報紙都建議過嘅，即係因為佢哋嗰個來回返學啦，同埋父母唔係香港，呢個其實係唔適合喺香港讀書嘅，即係當佢香港人咁睇啦。故此當時我係提議過教育局係俾學券佢哋喺深圳嗰度讀嘅，即係一係我哋喺嗰邊開學校俾佢讀，一係就係叫佢哋攞香港嘅少少嘅補貼喺深圳嗰邊讀書，因為佢哋嗰個戶籍冇咗嗰個國民福利啊，即係嗰邊嘅福利咁。但係教育局冇採納到，呢個係既唔違反嗰個公民權，亦都係慳錢嘅，亦都係令到雙方都好嘅。因為實際上佢哋咁嘅跨境嘅就學嘅狀態係，亦對佢哋細路仔都唔好嘅。因為過到嚟佢只能夠係成班講普通話嘅細路一齊，佢唔可以同呢邊嘅講本地話嘅細路一齊，因為佢放咗學佢就要走啊嘛，佢冇時間融合，或者佢唔係喺屋邨或者喺私人樓或者其他地方長大，佢要翻返去，所以佢只能夠一個小群體咁過嚟。跟住個小群體咁樣喺火車追追逐逐，跟住又搭翻過翻關翻去咁嘅狀態對佢哋唔好嘅。所以係依家嗰個政府嘅做法，其實係一方面累咗香港，另一方面亦都累咗啲雙非學童。其實好簡單，就叫佢喺深圳原地就學就得啦，俾翻少少錢過嗰邊。咁深圳政府亦都冇乜所謂，賺咗香港少少錢。咁嗰啲冇辦法啦，嗰就係既然係有居留權，就只能夠咁樣做，一個折衷嘅方法。但係呢個當時提咗出嚟係冇政府冇理到啦，議會冇討論過，所以點解話要咁大年紀都要部署出嚟參選嘅原因就係咁。呢啲好合理啊，本來政府要做嘅，一提咗出嚟應該唔會點反對嘅啩，幫父母慳錢，有利雙方係嘛？但係就係喺議會冇人講呢啲嘢，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點解冇人講啊？其實冇人講咧，我都仲有個陰謀論嘅。其實點解？因為一講嘅時候咧，你就會披露咗嗰個雙非學童喺香港嗰個佔嗰個比例，其實係好可怕嘅一個比例嚟。而家係冇數字嗱，教育局佢唔會主動披露啦，咁教協亦都唔會施壓咧同佢攞嘅。點解咧？因為如果教協一攞咗出嚟之後咧，就會形成咗一種對立啊，即係會傷害咗佢哋教師個飯碗啊！即係有可能啲，因為而家好多學校就係靠一啲雙非學童嚟支持住唔殺校噶嘛，所以其實教協係一個幾 PK 嘅一個團體嚟嘅啫。即係佢係站喺一啲教師嘅一個利益，但係傷害緊全香港利益嘅一個立場嚟嘅。其實佢係應該係問政府去攞一個咁嘅數據，但係佢冇去咁做。咁所以頭先陳明老師講，佢嗰個建議係一個正常政府會做嘅，但係點解唔做咧？可能都有一個咁嘅負面嘅考慮咧，唔敢去做。因為本身我自己本身就住上水嘅，咁上水同粉嶺咧就好多雙非學童嘅。咁撞口撞面咧，一放學嘅時候咧，成個上水嗰啲學生咧，小學又好，中學又好，全部都係講普通話嘅。所以其實應該係嗰個比例，所以話好可怕嘅嗰個原因咧，應該係北區人嚟講好可怕，可能佔咗7-8成以上嘅學生咧，都係呢個雙非學童。如果佢一公佈出嚟有7-8成個學生係雙非學童咧，
會引起咩啊？一個族群嘅矛盾啊，即係會引起個輿論啊、族群矛盾，所以就避重就輕，就唔會去做。咁嗱，講開呢個北區雙非學童咧，有啲老師同我反映咧，其實咧喺北區嘅學校咧推行普教中嗰個比率係最少嘅。知唔知點解啊？其實唔係嘅，其實因為咧啲家長咧，咪一啲學校咧認為呢個普教中係可以吸啲客仔。咁你喺北區個學校，根本佢客源咧都唔即係唔優啊，根本佢唔使冇嗰個誘因咧走去推呢個普教中，所以係一個好矛盾、好吊詭嘅情況啊！反而係北區嘅學校咁多嘅呢一個雙非學童咧，但係佢嘅普教中嘅比率係最低嘅。所以呢個現象係好奇怪嘅。咁講開普教中咧，其實就問題就會好多嘅。咁頭先講過啦，即係好多家長就會覺得啊，學咗呢個普教中之後嗰個會即係點講？佢哋好驚啊！成日都話要贏在起跑線上。其實你諗深啲，其實係一個好蠢嘅一個行為嚟嘅。嗱，如果一個班房入邊有呢個雙非學童同埋非雙非學童，如果都推行普教中嘅話，贏嘅係邊一個？一定係母語嘅普通話嘅學生。所以贊成普教中嘅家長咧，一開始其實就輸喺呢個起跑線上。其實係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嚟嘅。咁佢哋跨境過嚟接受教育，照理嚟講，佢哋係會蝕底啲嘅，喺語文上係蝕底啲。但係我哋反而香港嗰個教制度係遷就佢，難為我哋本地嘅學生去遷就佢，去推行普教中。其實諗深啲，其實係好荒謬嘅一件事嚟嘅。咁啲咁荒謬嘅事點解咧？其實亦好引證咧。其實我哋香港嗰個政府係一個境外嘅政權嚟嘅，即係佢嗰境外政權嘅意思即係話，根本佢唔係關顧或者照顧我哋本地人嘅呢個咁嘅利益。咁啊例子唔使多講啊，大家只要生活喺香港都感同身受啦。即係全面都係會向北去望啊、媚共啊、呢個聽阿爺話啊咁樣，即係喪失。即係頭先陳文老師講，我哋喪失咗嗰個主權啊。咁所以好多即係千里行雲結月咧，都係講呢樣嘢㗎啦。我哋要攞翻我哋自己嘅嗰個主權。咁即係話，即係都係要呢個透過呢個公投全民制憲嚟攞翻我哋嗰個主權，我哋先至有能夠解決頭先講種種一啲好荒謬啊、好離地啊、好唔符合香港人利益嘅嘢。係啊，因為雖然話教育係一個細範圍，但係要解決呢個問題係要喺大範圍着手嘅。譬如話頭先講有一啲嘅教師或者教師公會，佢係唔係好着力去反對雙非人嘅，因為學校係要靠殺校，真係要靠招雙非人嚟到維持個生源。但係一個慳資源，亦都係符合雙非人教育嗰個方法，就係叫佢翻深圳讀啊嘛，跟住俾學券佢嘛。咁或者嗰邊開學校。但係香港呢邊點咧？就係頭先莊兄都講過，係可以一來可以小班教學啦，二來就係將個教育改好，小班教學嗰個教育適度咁樣改善咗之後，啲家長就願意生育小朋友、生育兒女，咁我哋就有本土嘅兒女、本土嘅生育，唔需要靠嗰啲，亦都唔會有殺校之餘。目前點解我哋嗰個會殺校，就係因為個出生率低啊嘛。出生率低當然有好多因素啊，其中一個我諗幾大嘅因素係因為教育制度差咗，即係嗰個本來已經係疲不堪名，即係苦不堪言嗰啲雙職家長，佢如果要生個細路仔出嚟，跟住要輔導佢讀書，佢對佢嘅壓力好大嘅，即係已經工作已經好辛勞啦，過勞嘅工作生涯，即係父母都工作，咁跟住又要照顧個細路仔咧，呢個係唔可能嘅，就可能會喊啊、媽喊啊，成家人攬住喊啊咁，所以一顧慮到呢啲嘢，跟住就唔願意生育，唔願意生育嘅時候，咪嗰個學校嘅生源減少啦。咁我哋嗰個就業啊，或者我哋整體社會嗰個青年化嗰
嗰個動力就唔見咗。我一旦社會陷入咗老年化咧 aging 咧係好難搞嘅。能夠處理老年化社會而唔需要用移民嘅方式頂得住嘅得日本嘅啫。日本係一個極之強嘅國家精神嘅地方啊！佢嘅大企業係同自民黨係結合嘅，極之忠君愛國。跟住係成個國民係好愛國，咁跟住係極難移入去嘅，即係佢係極之抗拒外來移民嘅。佢嘅本土文化強同埋排斥性好高。佢哋嘅人好中意用本國嘅產品，不斷咁改善自己 present 自己日本文化形象俾外國。喺呢種狀態，你先可以頂住呢個老年化嘅社會。但係香港未去到嗰度嘅，所以香港係需要年青化嘅，需要年青嘅活力嘅。故此喺過去1997嗰陣咧，成日講人口政策咧，都係成日講香港人口老化，所以要輸入移民、投資移民、留學生嗰啲咁樣。但係冚唪唥嗰個來源咧，都係嚟自中國大陸。佢係唔會諗話，不如我哋叫嗰啲移民咗海外嘅港僑，將佢哋嘅青年人俾翻嚟香港咧，俾佢哋容易入籍啦，容易攞到特區護照啦。咁恢復翻香港嗰個永久居民身份啦，可以喺度做嘢啦。咁我哋個政府由於佢係偏袒中共嘅，所以佢唔會諗喺海外香港人嗰邊招嗰個子弟過嚟。咁呢個固然其中之一啊，即係喺移民來源呢個。但係最重要都係本土生育，因為本土生育就係喺本土環境長大，教育我哋接受我哋教育政策，接受我哋整個社會嘅環境培育之後生出之後先長大。嗰真係我哋嗰個最基礎嘅國民來源嚟嘅。移民啦，中國移民又好，即使港僑嘅移民都係次選嚟嘅。所以喺97後成個社會係錯晒嘅，個原因都係嗰個呢度嗰個權力俾人拎走咗，即係一個無主狀態，邊個都話到事，咁話到事梗係財閥啦、商界，咁當然有本地財閥啦、跨國啦、中共，咁整到我哋係冇辦法反抗。所以係要有一啲根本嘅改變嘅，即係我哋試過十幾年嚟97之後10幾年嚟好多嘅善意嘅建議啦，有教師自殺啦、學生自殺啦，呢啲類似死諫啦，但係都冇喺正常嘅社會咧，其實有學生自殺或者有教師自殺，而個數字都好高嘅時候咧，係會有個大震盪嘅，跟住會改嘅，但係香港係唔改嘅。所以你見到出動到死諫都搞唔掂嘅時候，呢個衰過皇朝喎，即係衰過明朝或者衰過清朝。清朝如果有太學生自殺咧，我諗嗰個尚書大人或者係軍機大臣都會震驚嘅，或者甚至有太學生聯手上書已經震驚啦，唔好話自殺。但係我哋學聯同政府傾嘢鬼睬你嘅，黑起塊面。你話喺皇朝時代係唔會嘅，民國都唔會。啲學生自殺咧，教育局唯一嘅呢個回應係會交學校俾5000蚊你哋。係咯，嗰啲仲有嗰啲咩？俾5000蚊你哋，或者啲呢個社工啊支援啦。嗰啲唔知咩不？係啦，所以一出咗5000蚊，好多人都反映就係點啊？好似俾個乞衣都唔知嘅咁少。咁今日啱有個新聞又出咗嚟嘅，咁你升到有個頭條。咁呢個教育局馬上就呢個呼應呢一個梁振英嗰個一帶一路，要撥款6500萬咧，就資助啲學生咧就去呢個一帶一路交流。6500萬同嗰間學校5000蚊，其實係有資源嘅，只不過佢唔俾你嘅。係點解？因為我哋本身嚟講就係佢就係一個高高在上一個攞住皮鞭對我哋一個主人，咁你只能夠即係長期嗰個奴化教養，即係頭先阿陳文老師講，一個正常嘅社會其實一早已經反抗㗎啦，都可能即係呢10幾年嚟嗰個奴化教育，即係令到即係大家溫順咗好多啊，溫順咗，即係為咗生存啊，為咗呢個活命啊，咁都比較難去反抗。咁頭先陳文老師都講到話，即係話搞好啲香港嘅教育咧，令到啲
家長願意生小朋友啦。其實好多而家唔願生小朋友嘅原因，好多時都係因為教育。佢就會覺得生個小朋友出嚟之後點啊，要令佢受苦啊，唔忍心。咁老師亦都講到咧，即係唔係話淨係單一咁嘅吸引大陸，應該就係呢啲吸引一啲移民咗去外邊嘅回流翻嚟。其實近來我都要有接觸一啲個案咧，佢哋有啲回流翻嚟香港咧，如果帶住小朋友嘅咧，佢哋好多時嗰個決定留唔留喺香港就係香港嗰個教育，係啦，因為唔係話個個都有錢讀得起國際學校嘅。就算係讀得起國際學校，佢哋都好辛苦啦。咁同埋就係、即係如果佢冇一個佢帶住小朋友翻嚟嘅話，如果嗰個學校唔適合佢咧，佢最終嗰個選擇咧，咁都係會翻去嗰個移民嘅地方。因為最近我都有幾個客戶啦，都係呢啲咁嘅，即係都問到諮詢呢啲咁嘅問題啊，留唔留喺香港啊？點啊？咁啲小朋友嗰個教育有冇問題啊？其實即係搞好咗教育，除咗可以令到你香港嘅呢個家長願意生小朋友之外咧，吸引呢個外國嘅人才回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嚟嘅。咁都係嗰句啦，要攞翻嗰個教育嗰個主導權。睇下佢哋有冇啲問題。仲有時間，係啦，半個鐘嘅，睇下佢哋有冇啲問題。好啊，跟住落嚟咧就係台下嘅提問時間啦。咁睇下邊一位想回應今日教育呢個問題，或者有啲乜嘢想問兩位講者。係你好啊，頭先莊先生都講到一個文化教育嗰個問題啦。咁其實睇到即係想探討翻而家現時即係過去呢一年裏面都好多學童自殺嘅問題。咁其實睇到呢啲學童自殺佢哋嘅共通點，其實都係佢哋冇辦法跟隨到學校呢啲所謂文化教育，或者頭先陳老師所講嘅商界介入嘅嗰種教育方針，而令到佢哋最終選擇咗自殺呢條路去結束自己嘅生命。咁我想問一問，即係如果長遠落去一啲咁嘅，即係可以睇到我哋嘅學生，佢哋長遠都係冇，即係學校採取咗一個遺棄佢哋嘅一個方針去處理一啲冇辦法跟上嗰個教育方針嘅學生，對於香港社會長遠嚟講，其實嗰個負擔係可以有幾大，或者兩位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方針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其實咧就我今日睇報紙啊，情報嚟嘅情報啊，呢啲好建制嘅報紙，咁佢都有一個細嘅新聞咧，講到有幾間學校咧，佢哋用即係開始教育鬆綁，係呢個官辦學校嚟嘅。有啲學校咧就標榜功課就唔多於4樣，有間學校咧就標榜我哋下晝咧就唔上堂啊，就做一啲咩輔導啊啲咁。有間學校咧就標榜我哋啲功課係喺上堂嘅時候做，唔使翻屋企做。啊，其實係學校已經開始意識到個問題嘅啦。即係雖然佢都係一啲即係唔係國際學校，咁係一啲呢個普通嘅官辦學校，佢哋都意識到有啲問題，即係命嚟嘅。即係好多，因為佢哋本身學生有問題，咁如果學生出現咗問題，學校都要負責嘅。咁佢亦都驚殺校，因為好多時之前有啲新聞就係話點解有個學生跳樓啊，死咗之後都唔報警，因為驚揚咗出去嗰個學校嗰個聲譽受損咧，就驚冇人嚟讀就殺校。其實學校都驚嘅，即係呢個有學生自殺咧，呢樣嘢佢哋都驚嘅，所以佢哋都會從翻源頭咧就開始就會解決，即係頭先講嗰幾間學校嗰種咁嘅情況啦。其實開始有啲學校醒覺咧，就有啲改善㗎啦。同埋上次有一次我想同阿黃元達做一個都係呢個社區講座，佢都講過一個方法咧。其實咧而家啲學生咧，唔係而家啲學校啊，其實係好怕家長，好怕家長投訴嘅。咁如果喺家長，佢哋就會發起咗一個叫做家長約章，即係話
要求學校唔可以每日多過幾多樣功課，咁啊其他家長如果同意咁啊簽名個約章，咁有一定嘅一個簽名一個數量咧，就可以向呢個學校施壓。咁都係頭先講可能個商業關係啊嘛，佢哋係好驚家長投訴。其實呢啲嘢都可以去做嘅，即係當呢個終極建國大業未成之前，未攞翻主權之前，我哋其實亦有好多嘢係可以透過一啲方法去做嘅，咁樣係啦。咁因為頭先講嗰個功課嘅約章咧，其實普教中都可以做嘅，即係只要嗰個理念咧，你可以同一啲家長會去宣傳啊。其實普教中佢哋係蝕底嘅，佢哋係錯嘅，佢哋啲學生嗰個程度係差嘅。咁佢哋因為頭先講過啦，學校教育局冇強迫做呢個普教中嘅，只要呢個家長會咧能夠做，即係有一定數量嘅家長嘅簽名，其實可以扭轉呢啲學校。因為頭先我講過，其實嗰個普教中嘅數目咧，只要有多冇少，但係可以透過用呢啲家長約章嘅辦法咧，令到啲學校咧自動去取消呢個普教中教學。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我哋咁其他。想問下，今日主要講頭先都係講小學同埋中學啦，就係想問下大學嗰方面，就係想問究竟商界同埋政府喺97之後用啲咩嘅手段去令到即係大學去喺即係教學嘅方針上面啊，例如即係好多 group discussion 同 presentation 去即係大學嘅方針去偏向商界同埋中國嘅，即係例如開辦好多即係了解中國嗰啲課程啊，或者係聘請好多嘅即係中國留學生等。呢個要靠你陳老師啦，係啦。兩回答啦，雖然我係只係喺大學嗰度教文科、中文科，其他都應該差唔多。大學喺97後遇到嗰個問題就係、其實都係商界干預，因為大學資助委員會都係成員都係大部分係商界，而嗰個校董會，大學嘅校董會亦都係越嚟越多商界嘅人，係少學術界嘅或者係其他專業界嘅代表，咁故此都會有商界嘅影響，又甚至係主導嘅影響。咁首先咧就係、大學同97之前唔同咧，就走咗去玩所謂爭取國際排名，即係話要啲教授係寫好多喺國際期刊或者係分級嘅期刊入邊刊登論文，跟住爭取積分，咁令嗰個學系同埋整體個學校係嗰個排名係爭先。咁嗰個係對教授，如果佢嘅教授係想增加名氣嘅話，係對教授自己有利。但係對學生係冇乜幫助，因為佢主要嘅精力會擺咗去自己嘅學術專題嘅鑽研，而且係喺國際刊物嗰度刊登。呢個係將教授變成一個知識嘅企業家，而唔係一個喺學院入邊教學嘅大學老師。呢樣嘢係將教授係孤立起嚟嘅，即係將佢係由佢嘅教學職務同埋啟發學生嗰個整體嘅任務嗰度咧，係將佢係縮到去教學術研究。如果學術研究係全球化嗰種嘅學術刊物刊登，呢個係由於香港唔係英美主流嘅文化體系。儘管我哋個現代化程度都高，亦都西化得高，但係我哋唔係喺佢嗰個主流體系入邊。除咗係自然科學或者係工藝醫學嗰啲之外咧，呢個對人文學科影響特別大嘅，因為人文學科我哋係要本土化嘅，同埋要關注本地嘅情況或者係華人社會嘅情況。但係由於係要爭取國際刊物刊登咧，所以好多時候只能夠犧牲咗本地嘅社會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咁樣其一啊。
其二就係由於商界嘅介入啦，同埋好想大學嗱訓練出嚟嘅人係即刻可以俾商界聘請，而節省咗商界嗰個人才培訓嗰個錢。所以喺97之後喺大學入邊咧係產生咗好多即食即用嘅學科嘅，譬如全球化乜乜乜乜 E 乜乜乜乜 E-commerce E-banking 嗰啲，其實喺公司入邊要，如果間公司做嗰種業務，而嗰個人有嗰種綜合能力嘅話，佢係要入到去公司入邊訓練，公司係要俾錢訓練呢啲人。但係由於香港嗰個商界主導咗嗰個教育大學，即係高校嘅教育咧，佢將佢嘅成本，佢嗰個積分嘅成本轉嫁咗俾大學。大學成本喺邊咧？公帑嗰度，即係話佢係攞咗社會資源嚟做佢自己應該付出嘅職業培訓。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嘅咩叫做政治經濟學。點解香港咁容易賺錢，咁容易謀取暴利嘅？就係佢本來佢應該自己訓練嘅人，嗰啲即時即用嗰下商業譬如話係玩上市啦、玩 IT 嗰啲啦，喺2000年到2010年嗰段時間咧係好賺錢嘅。咁跟住喺大學就出好多呢啲嘢，甚至成個科系都做呢啲嘢，成為一個新嘅學科做呢啲嘢。但係一旦當呢啲咁嘅同互聯網有關嘅業務開始飽和、走下坡、惡性競爭嘅時候咧，學校嗰啲嘢仲喺度嘅喎，學校唔會話因為嗰啲嘢走下坡，所以我取消咗學科啦，我唔教嗰啲嘢啦。因為一旦開咗呢啲咁嘅實用嘅課程咧，佢就一路 run 落去，結果就係累咗學生，又累咗老師。因為大學係唔應該做呢啲嘢，呢啲係應該商界做嘅，或者係一啲商業學院做，或者某一啲大企業或者大財團自己成立一啲商業學院或者研究所之類，佢做嗰啲嘢，但係唔應該擺喺大學度。咁所以香港嘅大學就係即係大學嘅體系就係俾呢啲教壞咗。即係一方面爭取排名，另外啲做一啲係商界應該做嘅事，但係擺咗喺大學度。譬如一啲咩綜合研習啊、返大陸啊、乜鬼交流啊嗰啲係自由，學生中意有錢或者有閒暇咪自由去咯，唔中意咁咪自己喺圖書館讀書咯。何須逼佢哋一體化咁樣做嗰啲咁樣無謂嘢咧？因為嗰啲嘢咧出咗大學之後慢慢做得啦，賺咗錢咪有時間咪去旅行咯。中意去日本咪日本，去德國就德國，使乜喺學校嗰度玩？規定要半個學期去嗰啲地方，或者翻咗嚟咩寫啲遊記。因為我都教中文啦，咁我成日收到嗰啲學生嘅功課都係嗰啲遊記嘅。跟住我同啲學生講，咩人先寫遊記㗎？以前喺皇朝時代，一個人做官做到好厭啦，退咗休啦，翻屋企啦，跟住將佢喺好多個郡縣入邊嘅做官或者係郊遊嘅結果喺好閒暇嘅時候寫低，咁都要遊記。一係咧就係典官原本係做宰相嘅，做中書大人嘅，忽然間去咗咩黃州啦，去咗海南島啊、瓊州嗰啲無所事事、投閒自散，咁咪係啊，咁咪寫下遊記咯，講下點樣煮豬肉啊嗰啲，東坡肉啊嗰啲。但係依家大學2年班嘅學生去完韓國之後，開始寫韓國嘅飲食，你咪黐線啊！嗰啲係蔡瀾寫噶嘛？蔡瀾咩人啊？交遊幾多啊？拍幾多電影，見過幾多人物先寫嗰啲嘢。咁依家你啲學生都係扮嘢寫嗰啲嘢。咁我發覺話好犀利啊！其實真係未老先衰啊！即係應該60歲、50歲寫噶嘛嗰啲嘢。點解你擺咗20幾歲、18、19歲嘅學生都去搞嗰啲嘢？咁我發覺呢啲咪就係商界要嗰啲咯。跟住就係嗱，你要識呢啲嘢，咁咪請你，你就幫我做 marketing 啦，做嗰啲嘢啦。但係嗰啲本來就係去到商界先搞嘅嘢嚟㗎嘛。即係個商界應該個老闆好勞氣咁教個新請嘅，你乜都唔識㗎咩？跟住先至唔啱就炒你啦，啱就留喺度啦。起碼用所謂半年時間做 trainee 咁嘛。我哋依家唔見，依家商行唔見咗 trainee 呢個 job 㗎。以前我嗰個年代，即係一路去到97，咁我諗去到97應該差唔多仲有㗎。即係好多公司仲話請 trainee 請訓練生啊嘛，或者學習生。依家冇咗呢樣嘢，個原因就係嗰個成本
好嘥錢嘅學習生嗰個過程，即係個公司請佢翻嚟，跟住試用期唔掂啊，你另請高就啦咁，俾封介紹信你啊咁，啱就喺度做啦咁。但係依家嗰個咁高成本嘅訓練過程擺咗學校度嘛，但係嗰樣咪累死學校咯。學校唔應該整到學生咁出奇嘛，唔應該學嗰啲咁機巧嘅嘢。學生本來就應該純學，有稜角尖鋭，老師亦都應該咁咯。但如果要老師教呢啲嘢，佢咪教啲世故圓滑嘅嘢咯。但係學術係唔應該世故圓滑噶嘛，學術係要直斥其非噶嘛。即係稜角顯現。但係我哋個學校由於將工作嘅嘢，即係職場嘅嘢吸收喺學校入邊，結果就係搞壞咗嗰個學校嗰個人才培訓同埋嗰個學術即係尊重學術同埋係尊重人嗰個品性嗰樣嘢。即係唔能夠成才，咁實際上亦都係反生產力嘅，即係反國民教育嘅反生產力。所以成個香港97後出現好多呢啲問題嘅，所以雖然唔好話雖然啲商界成日話唔好將啲事情政治化，但係97之後出現嘅正就係商界干預咗佢唔應該干預嘅政治。譬如教育呢樣嘢，商界唔應該干預，佢只能夠接受嗰個好或者壞嗰個結果嘅啫，跟住呆咗喺度死啦！你啲學校教啲咁嘅人出嚟，唯有我自己執手再教過啦。97成啲老闆係咁噶，教啲咁嘅人出嚟，淨係識歷史嘅。我呢間公司做貿易噶喎，唉算啦，你跟呢個經理跑幾轉江湖啦。以前啲老闆係咁噶嘛，即係依家老闆唔係啊，你唔識㗎，你唔識電腦，你唔識中國嗰啲嘢㗎，你冇回鄉證㗎咁，你玩社運嚟。依家老闆係咁嘅，點可能咧？點可能咁樣要求一個學校？咁所以我哋變咗係咪係好多嘢就係不恰當咁政治化咗咯，搞到我哋而家好似係拆唔散咁。其實拆得散，你將啲人拎開就得嘅。陳老師講咗一啲大學入邊好深層次嘅矛盾，我講一啲現象，我哋比較淺啲。咁陳老師講過啦，而家嗰個大學入邊嘅國際化，其實所謂嘅國際化其實就係內地化啫。係啦。咁所謂內地化，咁點睇呢種嘅奇怪嘅情況咧？咁啱過咗呢個6·4嘅日子啦。咁11間係咪11間？11間嘅大專院校咧，都一齊點啊？因為佢唔去參加呢個6·4呢個維園嘅嗰個集會。係啊。咁點？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有一句説話咧，可能比粗口同更加難聽，就係建設民主中國。點解？因為喺佢哋嗰個生存嗰個大學嘅環境入邊，佢哋就係俾大陸嗰班人壓迫嘅一班人。你冇嘢係嘛？你咁樣壓迫住我仲要同你去建設民主中國。佢係一種好情緒嘅一種乜反應嚟嘅。所以不約而同有10幾間即係有11間呢個大專院校嘅學生會都唔參加。唔係冇原因嘅嚇。咁頭先講過啦，就因為嗰個大陸化係非常之嚴重啦。咁如果喺而家喺香港嘅大學入邊咧，嗰個內地化嗰個情況咧就會好扭曲咗好多情況。咁我聽過一個情況就有一位教授啦，咁佢教呢個廣東呢個粵語歌詞，咁講粵語歌詞研究，但係好諷刺，佢係要用英文嚟教。點解啊？咁啊嗰個老師話：如果我唔用英文嚟教咧，我又要逼住用普通話嚟教。因為如果你用粵語嚟教咧，嗰啲學生，內地嘅學生就會投訴歧視啦。咁我咪用一種國際語言英文嚟教。其實呢種情況係非常之扭曲，即係除咗呢個商業化之外咧，內地化嘅情況咧就會扭曲咗好多呢啲咁嘅教學嘅情況。咁我亦都有位朋友，咁佢攞咗中文博士嘅，咁啊曾經去過城大嗰度應徵一個助理教授，咁見佢嗰個 professor 就西人嚟嘅，咁咧就要佢用英文嚟呢個對答，即係講即係嗰個面試，跟住嗰個同學就
佢唔係英文唔得，咁佢覺得好奇怪，我係要見一個中文嘅職位，咁喺中文系入邊見一個中文嘅職位，點解雖然你係呢個外國人咧，咁點解要用英文嚟面試咧？啊，點知個外國人咧用一個好字正腔圓嘅北京嘅國語同佢講咧，就講咩啊？我們要國際化。其實所謂嘅國際化就係內地化。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現象好多嘅。如果你喺學校入邊，喺大學入邊咧，呢種咁嘅內地化嘅啲咁嘅荒謬現象咧就好多嘅。咁我講嘅即係到粗淺嘅現象啦。咁啊頭先即係回應翻呢個陳老師講一啲好深層次矛盾嘅問題。我收大陸學生當國際化呢個，一來就係呃人啦，二來都係一啲好反諷嘅嘢，即係香港同大陸嘅關係就係國際關係。好奇怪嘅，好奇怪嘅，即係有啲時候佢係一啲論詞或者一啲詭詞，但係又無端端就講咗個現實出嚟嘅，即係特殊嘅國與國關係嘛，香港同大陸就，所以即使係收大陸生都可以叫佢國際生咯，其實好荒唐嘅呢種。其實大家又想淘寶你就知啦，喺香港咧係另外當喺呢個外國嘅收費嘅，唔係國內嘅收費嚟嘅。即係貴啲嘅嗰啲運送費。係啦。睇下有冇其他朋友有啲意見講。咁我自己咧喺中學度教書，咁我都睇到好多個問題咧，即係特別係個即係中學6年，即係6年嗰個即係高中後嘅3年都好大問題。咁我成日覺得係個啲課程係要再改革嘅。咁其實我又唔知好問嘅，因為我想問得好 detail， 即係其實究竟係要點樣改革咧？即係譬如個別科目啊、中文啊、英文啊、通識啊之類啊，咁呢樣嘢咧，即係我都想問到議題，因為我自己睇到問題咧就係即係都好多問題嘅，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即係啲學生咧，其實又唔係文科又唔係理科，其實佢哋係我感覺上面係冇樣式嘅。咁而我自己覺得通識科對於佢哋嚟講咧，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我啲學生係最憎通識科，因為原因就好多嘢做。係啊。咁而佢哋即係不同年份由2012年開始到而家，啲學生同我講，就話佢覺得通識科啲嘢係冇用，即係做完之後即係要做好多嘢。咁但係做完之後，一來佢哋覺得學唔到嘢，二來就覺得即係佢哋即係好似攞個成績又冇乜保障啦，即係。又或者佢知道即係原來後來發覺呢科我去外國讀書係唔會計嘅，咁即係即係佢哋要做好多嘢，咁而佢哋覺得即係好似都係點講啊？即係我吹下就得啦，即係我講下兩邊，講完兩邊答完問題就算啦。咁我都覺得佢哋係冇基礎知識，咁即係可唔可以問下個 detail 啫？究竟可以點樣改變咧？同埋我覺得個考核制度都。個考核制度係令到啲老師咧係好大嘅即係捆綁。咁譬如頭先講到自主學習呢樣嘢咧，咁其實我哋間學都有行，咁但係行自主學習咧，其實我哋係想係學生可以能夠係 self-discipline 自己，即係能夠自己係知道幾時要讀書啊，知道幾時要學嘢。咁但係其實都發覺有矛盾，因為咧佢自主學習嗰個咧一開始咧就話要啲學生自己揀自己想學到邊度。想學邊啲嘢，咁但係其實有課程規範嘅，咁亦都最後所有學生都要考同一份卷。我哋去到 DSE 都要考同一份卷，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即係譬如我哋教啲渣學生，咁我又知道佢哋學嘅唔係學得咁多能力上面，真係未必學到同叻嘅學生一模一樣。咁但係咧就係即係譬如我個 panel 會話俾我聽。即係你剪裁啲課程啦，唔好夾硬心啦。咁但係即係我話但係如果唔係夾硬心，咁你出同一份卷，佢發覺有啲嘢其實我好似呃咗佢咁，即係你做咗好淺嘅嘢，咁佢哋識做喎，好淺係識做喎。
咁但係考嘅嘢咧，我完全同我做緊嘅嘢係完全兩回事。咁好似呃咗人咁佢亦都唔中意嘅，即係啲學生係，就算佢知道自己能力唔係咁高咧，佢都唔中意，即係佢唔中意呢種話剪裁課程式嘅，即係佢覺得你橫掂我都要考嗰陣時啦，即係我寧願我自己乜嘢都學，我自己識唔識就我自己負責啦，最後即係唔識就算啦，心甘命抵啦，即係學到都唔識。咁但係好過你剪裁課程一定即係新嘅嘢唔教，咁佢哋又唔高興，即係咁我覺得令到嗰個教師教學嗰個矛盾就好大嘅，即係教到啲好嘅學生，我即係佢哋好中意學，咁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如果有啲即係冇咁叻嘅學生咧，其實佢哋又唔中意咁樣。但係其實即係你唔通話你冇理由話俾佢聽，你學唔到，即係呢樣嘢又唔可以講。咁即係我覺得好 detail 嚟講，其實點樣個課程會點樣改變啦？我想問呢啲嘢。不如我好快答啊，因為通識教育嗰個應該我以前都唔係參與到，即係個諮詢會議咧我參與過，即係制定呢個通識學科。當時我喺政府度我反對嘅，個原因就係佢係以能力為本，而唔係以知識為本。用知識為本咧係可以使到嗰個教學者容易考核到嘅。即係佢教個學生，個學生就掌握住啲知識，就係考試，跟住忽然間得嘅喎，咁幾勤力，好勤力嘅學生或者天分高嘅學生就考到好嘅成績，咁跟住個教師就會得到嗰個認同咧，即係嗰個自信嘅認同。如果係用能力為本嘅話咧，就係唔知教啲咩俾佢，總之訓練到佢嗰種能力，跟住考試出個題目係預測唔到嘅，因為個考試題目就係類似啲咩全球化影響啊。環境嘅影響啊，嗰啲咁嘅專題咁啊，跟住專題之後組織一啲嘢嚟考學生。咁喺學校度，如果要重複翻考試嗰套嘢咧，你要整好多個專題，好多種情景嚟到配合嗰個考試，咁先得到好嘅成績。呢個對老師嚟講好大壓力，學生好大壓力，而嗰個考試效果保障唔到。而一旦嗰個教學同個考試效果保障唔到咧，個學校就崩潰嘅，即係好現實嘅。我哋當然教學係會講人品啦，講道德教育，但係一般嘅無論學生或者家長啦，其實都係睇考試成績嘅。咁如果嗰個教學嗰個投入同個考試成績冇正比咧，咁表示呢個學校或者呢一批老師嘅教學出咗問題。而呢一種能力為本嘅教育咧，正係令到呢批老師係挫敗，有挫敗感、沮喪感。而嗰個考核當局佢完全可以掌握晒，佢出咩都得嘅，跟住啲學生就睇住佢，睇住繞住你就走咯。佢就唔信任學校，亦唔信任老師啦。因為佢話嗰邊先係嘅。咁呢啲係一啲打擊學校或者打擊教學者嘅信心嘅，亦都冇教學效果。因為當時整呢啲通識啊，或者取消呢啲基礎學科，整呢啲中學學科出嚟，我話呢啲咁嘅學科，我記得我嗰陣明報寫過嘅。我話呢種咁嘅嘢係只係姜子牙或者係諸葛亮或者係嗰類咁嘅人，鬼谷子嗰類嘅人先教到高人啊！你話講全球化對乜嘅影響啊？唔好話教我都答唔到嗰啲問題。如果你出啲問題問我，全球化對香港影響咩？我可以講到啊，但係你叫學生點跟？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嗰啲啦，即係全球化影響擺喺香港咧，就係你中國貿易咧，其實都係全球化一種嚟㗎，貨物落嚟啦，利率落嚟啦，污染落嚟啦，我哋點樣頂翻去啦？點樣用綜合嘅政治乜咁頂翻去？你喺中央政策組嘅會議度可以講呢啲嘢，嗰班研究員聽得明。你擺喺中學度玩呢啲嘢係嘛？即係你將個國家中央研究所嘅擺喺學校，擺喺中學度，國民中學度用，咁咪搞笑啊！咁但係佢嘅目的就係製造嗰個教學失敗同挫敗感啊，同埋令到啲基礎知識分離晒啊嘛。咁啲學生冇知識嘅時候，佢自然唔知道社會玩緊乜咯，咁咪容易控制啦。以呢個，因為我本身教中文嘅，以中文科為例，咁即係用嗰個
能力為本，代替咗知識為本之後咧，就取消咗範文。咁取消咗範文之後，啲學生個水準開始下降。咁最大嘅問題咧就係、都係商界個問題。你訓練出嚟嘅人，你個語文能力唔得啊，用唔到啊，咁商界就會施壓力，所以好似唔知舊年定前年又開始又用翻行翻條舊路啊，就用翻呢個又好似有12篇範文啊，用翻嗰12篇範文，有啲文言文啊，有啲咁嘅詩詞啊，咁透過呢啲背誦之後，人嗰個學生先至會有基礎知識，咁佢寫文又好啊，思考又好啊，有一個基礎喺度。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呢個知識就好似啲浮光掠影咁樣，即係你見到盆水，你攞個筲箕去撈，你永遠都係撈唔到嘅，因為個筲箕穿噶嘛，咁你永遠都撈唔到，所以個知識唔會留喺嗰啲學生度。咁即係正如阿陳明老師嘅舉例，全球化，咁而家好多學生佢學通識嗰個好困難嗰個問題，或者好唔中意嘅問題就係、一出啲題目嚟講咧，佢老鼠拉龜冇掟埋手，因為佢個知識基礎非常之薄弱啊！你一講全球化，咁佢咪喺 Google 咁 search 全球化，咁有啲一大堆資料咁前後又抄，有時甚至係用簡體字轉成繁體字之後，連嗰個校對都冇做好嘅，出現好多錯字嘅。咁做呢啲功課嚟做咩啫？咁學生又辛苦，改呢啲功課嗰個老師又辛苦，即係本身嗰個設定嗰個教育嗰個目標咧，一開始就已經錯咗。即係其實唔難嘅，翻轉頭就得㗎啦，翻轉頭就得㗎啦。適當恢復翻以前嗰個，但係以前嗰個都深嘅，即係以前嗰個學科教育都深，應該都再淺一啲。係啦，令到啲學生有一個進步感，亦都令教師你有一個教學效果出到嚟。即係我係雖然話鼓吹係復古翻以前嗰套嘢，但係以前嗰套嘢都要再淺嘅。其實以前嗰個都係深。今日咧，我哋嗰個時間差唔多，咁今日講座完滿結束，咁喺度再次咧，再多謝一次陳文老師同埋張榮光先生。陳老師同我哋發紀念文嚟咁。其他場合再講。